今仔日真寒冷的天气，咱顶礼拜上班吼，顶礼拜做礼拜线，等到厝就开始地动啊。咱的心大概拢为着华莲咱的祈祷，咱听听历史，逐日祈祷。我找到一篇段圣经节，主耶稣安尼讲：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约翰福音14章27节，在绝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。咱同齐来唱。我心心平安，我自己明白他的恩宠，你的消息，我的你温柔，我自花苗，我万不由你。
真正按照专家说的，不能打掉成柱子，哪边不能做，就是不能贪，不要贪那个钱财。不贪的时候，其实建筑物可以保护我们；当我们贪的时候，就看到。希望这一次的教训真正能够提醒台湾的百姓咱真正爱听主的话，照规矩来走。我今日要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歌，因为有声诗是261首，历史性诗伊甲藏伫348首。求主教示万语道，考察文情最灵果，数万心心那坚定，听你声音较平静，求你阿路听万语道，你的家己协你灵果，我若所求合你旨意，愿你应允，很准主理。